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8月7號 Omni News 粵語新聞。我係范美芬。美嘅學生加深認識亞洲二次大戰嘅歷史。一班 BC 大學嘅學生特別係成立咗一個組織，而首個推出嘅活動就係喺今個月中嘅重光紀念日舉行有關南京大屠殺嘅電影欣賞會㗎。由鄧永章講下。幾名 BC 大學嘅學生喺5月成立咗一個名為 BC 大學亞洲二戰覺醒會嘅組織，希望透過舉辦一啲活動，讓北美嘅學生認識亞洲二戰歷史。該組織嘅共同主席黃子嫣話：喺北美嘅歷史課程，只有好少篇幅提到呢段歷史。咁即係用我自己嚟做一個 example 啊，就係喺 Social 11咧，係絕對冇學過呢段歷史嘅，至多講華人嘅歷史咧，至多就係講head tax 嗰件事。咁跟住喺中國啊、韓國啊、日本發生嘅事咧，係完全冇提及過咯。如果就算係提及咧，都係講嗰兩個 atomic bombs 喺炸咗Japan。咁樣點解佢想認識呢一段歷史呢？咁其實初好細個係睇中文電視咧，講慰安婦，咁就我問爸爸媽媽佢哋講緊啲乜嘢啊咁樣。咁其實咁當爸爸媽媽話俾個事實俾我聽嘅時候，咁我覺得好即係點解有咁樣嘅事發生咧？咁就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所以就覺得大個即係識多啲嘢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就想出一分力咯，去教育大家，亦都教育翻自己。透過史維會嘅贊助，亞洲二戰覺醒會會喺8月15號重光紀念日當日，喺 BC 大學嘅 Robson Square 戲院免費播放《The Rape of Nanking》呢一套講南京大屠殺嘅教育版電影俾公眾欣賞。公眾可以上到 awwa.ca， 亦即係該組織嘅網站報名。而喺三聯書店亦會有呢一套電影嘅 DVD 發售。Omni News 記者鄧永章報導。